如果你條脷擁有一個可以辨別世界上所有食材嘅能力，咁等唔等於你可以成為一個出色嘅廚師呢？定係最多你只能夠做一個美食家？哇！Yo！Hello， 大家好，我係 Keith， 今日想同大家講下絕對音感，同時間想教你哋另一個神技，係你哋應該優先學識嘅神技，對於你哋學樂器係極度有效嘅。首先，先天嘅絕對音感咧，其實係一個自然反應嚟嘅，就好似你望到紅色，你就會自然知道係紅色一樣。係一種唔經大腦嘅肌肉記憶嚟嘅。嗱，雖然絕對音感係可以後天訓練啦，咁但係先天同後天咧，其實佢哋嘅運作核心係完全唔同嘅。先天嘅係靠直覺式思維，咁但係後天培訓咧，通常都係加入咗類比式思維嘅，例如係憑音距去辨別啦。Round 2. 1, 2, 3. E flat. Am I winning? No. 1, 2, 3. D flat. I feel pretty good about that. 嚟到呢度，煩請大家幫我留個言同埋 like 一 like， 因為你哋真係做一小嘅動作咧，係可以幫我推高咗成個自然觸及率㗎。唔使幫襯我，留個言俾我就得㗎啦。嗱，我哋試下舉一個有趣嘅比喻啊。假設而家一個先天擁有絕對音感同埋一個後天訓練出嚟嘅人，同時間流浪荒島10年，10年後你救翻佢出嚟，然後突然間問佢呢個係咩音嚟嘅？先天擁有絕對音感嘅人咧，係可以立即答到你，但係後天嘅人咧，可能因為過去10年佢冇再去做一啲訓練啊，有機會佢要諗好耐先會答到你。另外有一個科學數據講出嚟，可能嚇親你嘅，就喺歐洲嘅人啊，擁有先天絕對音感嘅人咧，其實真係萬中無一㗎，講緊係1/1000先有一個擁有絕對音感嘅。但如果你出身於亞洲地區，例如香港講廣東話咁啦，然後你細個又咁巧又學過音樂喎，你獲得先天絕對音感嘅機會咧，係多於外國人幾十倍嘅。例如廣東話啦，媽媽帶嫲嫲去騎馬，馬上俾人罵。咁你諗下，我啱啱講咗幾多個發音出嚟？是是，呢個就係嗰6聲啦。即興去講下點解講廣東話嘅人容易啲有絕對音感呢？其實係因為我哋本身講嘢嗰個聲調呢，已經有好多類似嘅音啊，譬如好似呢條片啦，是，得。其實當然佢係一個唔係 exactly 係一個我哋嘅 pitch 嚟㗎啦。咁但係其實大概嘅音你可以聽到係咁樣。類似咁樣嘅，我聽多次。是。OK， 我亦都可以低啲嘅 F 都得嘅。咁但係因為我想識翻個音啦，我就攞 F 上，即係你可以或者都得嘅，兩個都可以。譬如我就咁，你發現已經好旋律啦成件事。嗱，如果用翻佢個 F 音咧，再用翻 F sharp， 你嘅大腦好細個已經習慣咗處理唔同嘅音高，特別係廣東話，所以廣東話係真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嚟嘅。番茄醬牛眼面，番茄醬牛腩麵。但係有一樣嘢可能唔講你真係唔知啊，就係擁有絕對音感並唔係有同冇咁簡單嘅，其實都有層次之分嘅。最簡單嘅有啲人係可以聽到單音啦，聽到雙音，聽到複音，聽到音距等等。我有個 friend。That's B. B, Right? yeah. Whoa. Oh, there's a D in there too. Wait. 咁當然啦，如果你已經擁有咗聽單音呢個入場券嘅話，其實都唔難練埋落去嘅。成日都聽到人哋問一個問題嘅，擁有絕對音感係咪即係學樂器就係無敵嘅呢？咁我自己親身嘅經驗就係以前咧喺做琴行嘅時候啦，識得一個人，佢係擁有絕對音感嘅，佢係做主管嘅，佢係同音樂冇關嘅，佢聽音真係好準嘅。冇啦，佢除咗聽音準之外，佢係真係冇其他嘢㗎，佢識彈琴嘅。
嗱，意味住其實學音樂咧，真係後天努力係最緊要嘅。咁但係無可否認，絕對音感係一個絕對嘅加速器嚟嘅。聽到呢一度，你一定係感覺好唔公平嘅。正所謂李嘉誠個仔唔係你，李家鼎個仔唔係你，中六合彩嗰個冇你份，有錢人又睇你唔上眼，翻工冇得加人工，而家諗緊你可以靠一雙手坐一片天出嚟。喂，講緊香港人啊，比其他人可以多出幾廿倍機會獲得絕對音感，都冇你份啊，係咁唔公平㗎啦！以上全部都係本人嘅自我獨白，係冇錯，我係冇絕對音感嘅。不過我有相對音感，亦都係我今日想教大家嘅一個神技。擁有呢個神技對於你學樂器已經有絕對嘅幫助。而我相信睇緊片嘅你哋咧，大概有1/3人啦，都係有一定程度上嘅相對音感嘅。我喺 IG 度之前已經拍咗一系列嘅測驗出嚟，你不妨可以去試下做下 test， 睇下自己嘅耳仔究竟有幾靚，有冇潛質同天分先。有時我覺得相對音感比起絕對音感係更加好嘅。點解呢？因為絕對音感其實係有一個死穴嘅，就係假設佢一認定咗440 Hz 係 A 音嘅時候，如果你突然間俾430、425去聽嘅話呢，其實佢會覺得好唔舒服嘅。咁啱，如果佢又有強迫症嘅話呢，呢件事基本上係好痛苦添。相反，擁有相對音感嘅人呢，通常佢哋嘅分析能力都比較強嘅，因為佢哋嘅肌肉記憶係習慣咗用類比式嘅思考啦，轉 key 係完全冇難度。其實好耐以前我已經講過關於絕對音感嘅片，有興趣你可以睇下啦。今日我反而真係想認真講下點樣去練習相對音感嘅。如果你想1個月內極速掌握呢一個聆聽能力，我最近整咗一個1對1嘅網上指導課程，係由我自己親自跟進嘅，有興趣可以試下。第一樣嘢你可以先重拾翻你小學嘅記憶，就係唱熟你嘅 Solfège 先。嗱，唔需要擔心自己嗰個音準問題嘅，即係好簡單。任何一個人，我係未見過佢係唱唔到哆唻咪發嗦啦提哆嘅。OK， 咁如果本身你係真係完全五音不全嘅話呢，你可以試下用琴彈出嚟都得嘅。OK， 但係無論點都好，我一定係建議一定要唱出嚟嘅，啊，唔使怕醜。你自己練嘅時候，哆唻咪發嗦啦提哆，點解呢？因為相對音感嘅意思其實就係講緊，當我知道呢一個係哆嘅時候，哆，我要知道呢一個係嗦嗦，嗱，我都走音㗎，但我所謂嘅走音係唔緊要㗎嘛，即係我唱哆嗦同我哆嗦，可能我歪少少其實冇關係。總之我知道哆嗦。哆嗦哆咪哆咪哆啦哆啦哆提哆唻，呢一個就係嗰個音與音嘅相對的距離，呢個就係相對音感。咁亦都可以好容易去理解呢件事。當你而家我哋聽緊嘅只不過係一個音程啦，簡單啲嘅兩個音啦。兩個音聽完之後，假設我哋聽一句樂句嘅時候，同樣用同樣嘅方法。頭先我識得哆嗦哆咪哆啦哆提哆哆，係咪？同樣地，譬如我可以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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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嗦嗦嗦咪發咪唻哆咪唻哆提哆。咪唻哆咪唻哆提哆，我彈錯啫，原來嚇得我。OK， 咁呢個咪就係我歲月如歌嗰個 melody 啦。你諗下，其實就係因為當你做咗一個最基本嘅哆唻咪發嗦練習之後，然後你突然間醒起歲月如歌呢首歌，跟住我就諗起佢個Solfège個音佢係一樣嘅啫嘛，只不過佢個長啲咁解啦。即係你開頭梗係要練咗聽兩個音先啦，跟住可能你聽三句樂句，四個字4個音5個音咁樣聽落去啦。但係其實唔關事㗎，即係當你聽慣咗哆發嗦，你聽慣咗呢啲一連串嘅相對嘅距離之後呢，聽5個同聽6個都冇關係嘅，冇分別嘅。你只會唔記得咯，最多係唔記得係正常啦。但係或者你聽嘅距離係冇分別。Solfège就係咁樣用噶啦，亦都係所謂嘅無譜彈奏就係嚟自咁樣樣。當你可以哼得到之後，其實就係用翻部琴鍵彈翻嗰啲音出嚟，就做到一個所謂嘅 solo。所以點解我話好多時睇我個片，我估而家可能真係有1/3嘅人都做到就係咁樣解。唱明只係第一步，但係已經係絕對幫到你手噶啦。OK， 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咯。好啦，咁跟住嗱，當然第一樣啦，你要試下嘅就咁頭先我哋就咁講哆嗦哆啦，我冇阿 Sir 你喺隔離喎，咁我自己點樣做可以訓練到呢個 muscle memory， 知道個音距啊？一般嚟講咧，我會建議係你可以上網揾下啲簡譜 ，OK， 然後譬如呢首就係歲月如歌啦，然後你會見到呢個就係佢一就代表哆啦，係咪？2就係唻啦，咪發嗦啦，提哆，如此類推啦。你可以試下
喺冇琴嘅情況下唱出呢個唱名先。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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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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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fa mi re do mi 咁樣唱出嚟。喺呢個唱嘅過程有兩個好處，第一樣你可以練到音準啦，第二樣你就可以熟習到個音距啦，即係你要慣咗原來 do so do so do so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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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da da 就係 do s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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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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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個咪就係建立一個 muscle memory 咯，而且呢個練習係令到你冇咁悶嘅。啊，平時啲樂你練習可能會好悶啊，但係呢個係你等於唱歌，只不過而家唔要你唱歌詞，而家要你唱個音名出嚟咁解，即係唱名出嚟嘅。其實就係咁樣樣。你做得多，你肯咁樣做，你唱10首熟晒，你一定有一定程度嘅相對音感啦，即刻。跟住你先再試下彈出嚟。咁當然你假設你知道到蘇之後，你彈唔彈到出嚟啊？咁嗰個係你演奏嘅問題啦。OK， 咁但係起碼你噏得出個唱名出嚟先。呢個係最有效、最唔悶、最令到你可以持續去練習嘅其中一個有效嘅方法。OK， 咁等於你喺屋企，你屋企係好難去試下咁樣do mi do so咁樣，你自己彈你一定知噶嘛，好難咁樣做嘅。但係反而你自己唱歌先咧，係相對地有用嘅。當你完咗呢個動作之後，你可能唱2首歌啦，覺得 OK 咯，你不妨可以試下去一啲網站，而家都有啲聽音準嘅網站啊，我可以擺喺個我網頁度啦。你哋中意嘅話，可以去我個網頁度啦，免費註冊嘅。咁你可以去我擺低個網頁出嚟，有一個網上嘅網站咧，就係你可以自己去會彈2個音 do so 或者 do mi， 你自己去聽翻出嚟，就好似我 IG 咁。其實我 IG 而家做咗好多類似嘅，你可以去睇下啦。咁呢個係第2步練習啦。OK， 即係你有唱咗唱名咯，跟住可能你試過上網做下啲 exercise， 單音又 OK 咯。如果就咁聽單音，你會覺得悶悶地，我又唔 firm 自己得唔得？你可以試下做第3個練習，調翻轉，你試下淨係睇歌詞，然後揾翻啲音出嚟。OK， 譬如呢個啦 mi re re do so 啊，我唔知呢個唔係啊。mi re re do so OK， 咁就眼淚若鹽多咁樣。你可以試下慢慢睇住個歌詞，最緊要首歌你聽過先啦。睇住個歌詞，試下揾翻啲音出嚟。但係留意下呢個練習係有少少唔同嘅。我有時其實講緊呢啲嘢，有啲係我課程入邊嘅內容嚟嘅，不過唔緊要，講埋先。不如但係你唔使驚我唱唔到，你突然間就 mi re re do so 我做唔到，唔緊要，你可以試下用部琴嚟輔助先。你揾咗個第一個音先，眼淚若鹽多眼，通常 C key 先啦。你將所有歌變晒 C key 就冇死噶啦，因為全部8鍵啊嘛，點死你都一定揾到出嚟噶嘛。揾到第一個音之後，你就可以試下揾埋其他音出嚟。你可以靠部琴去幫你撞出嚟。OK， 呢個係第3個練習。但係我會建議一定係做熟咗第1個練習先，因為有啲人當我有部琴可以俾我撞出嚟嘅時候呢，好多時佢就會依賴㗎啦。佢會呢個啱喎，即係咁樣撞出嚟，咁就冇意思啦。即係其實成件事你就唔係由你個腦去諗嗰個音距嘅過程，你係靠隻耳仔撞部琴嘅音距出嚟，覺得啱定錯 ？OK， 所以你第一步記住就係你先揾一份簡譜啦。唱10首歌啦，熟咗之後你可以試下去個網站度啦，揾一啲基本頭先講聽單音嘅練習啦，跟住最後試下揾一份你聽過嘅歌詞，試下寫翻晒啲音出嚟，do re mi fa so 寫翻1 2 3 4 5出嚟都得，盡量係個腦諗咗，然後腦諗完唔 firm 就用部琴去試下證實佢，而唔係拎部琴夾硬撞佢。如果你拎部琴夾硬撞佢，你就算成首歌寫晒都好，你都冇練過嘢。所以一定係每一句先用腦諗，用琴去證實。做呢個練習，你肯咁樣做嘅話，一定唔使半年，你已經有相對音感，基本嘅相對音感一定做得到。OK， 咁呢一個係一個少少今日嘅號外教學啦。有興趣嘅話，可以 join 我一個1個月提升你聆聽能力嘅網上課程。